人類關注組。呢個社會有人做頂尖嘅人，就自然有人做二打六，而中間浮浮沉沉嘅，有人形容為高不成低不就，半紅不黑。另一個角度睇，亦可以叫做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。而今日人類關注組就同大家分享一個同我哋一樣喺平平凡凡、比上不足、比下有餘嘅狀態下奮力生活嘅人類故事，希望為大家帶嚟一啲共鳴同埋啟發。故事嘅主角就係人稱坤哥嘅香港藝人吳業坤，出生於1990年4月18日。對落有一個細妹，佢細個嘅時候父母就離異。小學開始搬咗去黃大仙橫頭磡村宏輝樓居住，喺同區嘅天主教博智小學返學。佢嘅童年過得簡單快樂，打下波，食下沙冰，玩陀螺，去公園玩下，天黑就返屋企。就係咁又一日。13歲之後就搬咗去同一條村嘅宏興樓居住，公屋單位好細好逼，但係好溫馨。雖然吳業坤冇自己嘅房間，但係反而覺得咁樣同家人嘅關係更加親密。由於家境拮據，媽媽曾經拎過綜援，之後又做清潔呢一類工作維持生計。吳業坤入行之後，曾經同媽媽一齊拍攝 TVB 嘅節目《回家》，去到成長嘅橫頭磡村，回憶過去嘅時光。佢話好想俾一個好溫暖嘅家俾媽媽。諗起入行之後好多波折，佢不禁喊咗出嚟，而媽媽亦都拍下佢，話俾佢知佢已經好叻。中學時代嘅吳業坤喺聖文德書院讀書之後，由於會考中文5合格，就轉咗去龍翔官立中學升讀預科。佢預科嘅時候開始做兼職幫補家計，同時對唱歌音樂產生咗興趣。由於冇咩錢，佢就去教會參加100蚊4堂嘅吉他班，又自己研究下咁。中學嘅吳業坤喺學校嘅天才表演上以唱歌參賽，之後仲參加過唔同嘅校際歌唱比賽。2009年預科畢業之後，佢去咗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修讀副學士課程，主修環境科學。喺佢在學期間奪得過學生會歌唱比賽嘅獨唱冠軍。適逢無線喺2010年舉行超級巨聲2，吳業坤就去參賽。當時主持田蕊妮同埋森美就已經講笑咁叫佢做坤哥。19歲嘅佢造型好樸實，着住格仔衫，戴副粗框眼鏡，講嘢時有一種內向嘅感覺，被網民指佢係毒男。喺比賽入面，佢演唱那英嘅《夢一場》，主持笑佢個樣好似好可憐，好易俾人呃咁，但估唔到唱歌咁好聽。評判倫永亮亦都對佢有好高評價，最後佢獲得我最喜愛巨聲金曲第2位。比賽之後，佢正式成為 TVB 嘅合約藝員。加入 TVB 之後，佢就憑住卡通片《閃電11人》主題曲《站起來吧》拎到新城勁爆兒歌獎。到咗2011年，佢決定休學1年，全身投入演藝事業。可惜之後嗰幾年都未有唱片公司簽佢做歌手，反而有得做下包括勁歌金曲等節目嘅主持，亦都有拍劇，例如《法網追擊》、《My 盛 Lady》等等。佢嘅演出並冇特別喺觀眾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，但係呢段時間佢毒男嘅形象就俾網民質疑，突然被冠上偽毒可恥呢個罪名。皆因有媒體指佢係圈中女神收割機，話佢扮毒扮傻追女仔，傳佢有正印，仲出去周圍追其他女仔。網民甚至列出同佢疑似有感情牽連嘅女星名單，人數眾多，而且位位靚女。緋聞女友有孫慧雪、周秀娜、龔嘉欣等等。一直去到2014年，佢入行4年，星途一般。當年台慶節目《萬千星輝賀台慶2014》入面，佢仲被安排做棋，冇錯係棋盤上面嗰啲棋，睇落諧趣，但係唔知點解有啲可憐，俾人呼之則來，揮之則去，冇任何嘅對白。但係佢呢一次竟然成功令到觀眾記得佢，網民戥佢唔抵，覺得佢明明係唱歌實力派，但係就被安排扮鬼扮馬。當時吳業坤就覺得喺台慶節目上面可以擔當一個位置，絕對唔係咩壞事。之後到咗2017年，佢又扮過象棋，仲係一隻做兵嘅象棋。佢仲貼上社交媒體自得其樂。
有網民封佢做扮企界 KOL。不過其實佢都有迷惘過，佢同期出道嘅巨星幫，例如林欣彤、胡鴻鈞，當年都似乎發展得比佢好，音樂工作比吳業坤多好多。吳業坤一直心念住自己嘅音樂夢，但係又冇唱片公司簽，於是佢就開始自己嘅 YouTube 頻道坤哥，又開 IG、開 Facebook， 一手一腳發表自己嘅音樂創作，有時又抱住吉他練歌，同埋出下 post 同網民互動咁。去到2015年，吳業坤迎來轉機，終於有唱片公司簽佢，而簽約當日更加係佢嘅生日。同一年佢推出歌曲《原來他不夠愛我》同埋《陽光點的歌》，兩首都喺各大音樂排行榜得到佳績。到咗年底，佢更加以男新人嘅身份橫掃4台音樂頒獎典禮嘅新人獎項，氣勢一時無兩。而佢拎獎嘅時候，因為太過感動而喊起上嚟，喊到副眼鏡起晒霧，被網民笑佢個樣毒不可耐，但係又覺得佢真情流露，呢一幕亦成為佢嘅經典名場面。起步慢唔一定會永遠落後，到咗2016年，佢再下一城，以歌手身份出道僅16個月，就喺紅館開歌唱，成績驚人。呢個時期嘅佢，雖然音樂事業有發展，但係就一直都係俾人話佢花心偽毒咁。另外，由於以歌手身份出道後太快上紅館，有人話佢唔夠班。媒體當時問佢門票銷售情況，25歲嘅佢就以為講笑，話一日都賣得晒啦，點知就俾人話佢囂張。除此以外，2016年1月，有黑暗林志玲之稱嘅日本 AV 女優波多野結衣喺香港為遊戲機活動代言，吳業坤被揭發偷偷摸摸去後台，成功同所有毒男心目中嘅女神結衣 BB 合照，令到好多男網民喺羨慕妒忌恨之下，紛紛怒斥佢偽毒可恥。到咗2019年，佢第2次喺紅館開演唱會，不過就只開一場，由於當時佢有做一個護膚品牌嘅代言人，呢個品牌喺演唱會舉行前1個月喺網上舉辦遊戲送演唱會飛，有成40個名額，但係最後只有6個人參加，所以有網民就懷疑佢呢次演唱會銷情應該麻麻地。2020年佢完約後轉投另一間唱片公司，到咗嗰一年年中，佢人生終於第一次買樓，以500幾萬買入屯門掃管笏一個實用面積351平方尺嘅單位自住。同一年佢又趁住30歲就申請去日本工作假期。原來佢自2018年4月起開始學日文，佢當時有一次去日本工作，識咗唔少音樂人同埋朋友，佢就開始諗想自己嘅音樂唔止局限於香港，於是就去學日文。2020年出發去工作假期前，佢嘅日文已經去到 N2 嘅水平。去到日本，除咗工作之外，佢臨返香港前，更加用18日完成由京都步行去到東京嘅東海道53次行程，一共有500公里。東海道53次係浮世繪畫師歌川廣重嘅名作之一，描繪日本舊時由京都至東京所經過嘅53個驛站，即係俾旅人休息嘅地方嘅景色，非常之特別。由於當時喺疫情期間，吳業坤全程都係戴住口罩步行，更加拍成影片，加埋自己唱嘅歌襯底喺 YouTube 分享。喺日本一路行路，一路思考人生。佢亦都學習空手道，又研究喺日本樂壇發展嘅可行性。除此之外，更重要嘅係佢識咗日本女演員濱口愛子，佢哋墮入愛河。喺吳業坤返香港之後，兩口子繼續遠距離戀愛。到咗2022年，佢哋決定結婚。婚後佢哋有咗共識，太太暫時告別自己嘅事業，嚟到香港居住。吳業坤嘅婚訊令到好多網民好震驚，因為大家都唔知佢原來呢段期間有拍拖，加上日本女仔喺好多男網民心目中都係溫柔體貼，愛子又生得好靚，所以吳業坤嘅婚訊除咗得到祝福，亦都再次引起男網民嘅公憤，講笑話佢偽毒可恥但有用，一夜封神成為毒男偶像。
太太愛子離鄉別井，當然生活上有好多嘅磨合。吳業坤接受訪問時提過，太太同佢始終唔同背景，要俾時間佢去適應。後來太太慢慢習慣香港嘅生活，又努力學廣東話，去街市買餸煮飯。吳業坤去開工仲有得帶愛心便當，雖然有次試過唔知係唔係食到肚痛，收工返屋企時喺屯門公路急屎，要出 post 叫網民幫手集氣，去到廁所又冇廁紙，但係好彩最終有驚無險，括約肌喺網民打氣之下順順利利咁完成任務。婚後嘅吳業坤雖然一直都有演藝工作，默默唱歌拍劇，更加成為星夢娛樂旗下嘅一哥，但係講大紅大紫，佢又似乎唔係。自從2015年橫掃音樂獎同埋上紅館開個唱之後，佢好似後勁不繼，事業不溫不火咁。2024年，佢甚至喺社交媒體發起投票，問大家半紅不黑係好定唔好，當中有1000幾人投票，竟然有43%嘅網民叫佢收皮。事後佢被媒體問起，佢就話本來想透過遊戲互動測試下網民有幾 mean，結果發現大家真係好 mean。不過佢就話冇俾呢個投票結果打擊到自信，由毒男到偽毒可恥，再到扮企專員，眼鏡起霧，精通日文娶日本妹。最近吳業坤又有一件令網民震驚嘅事，就係佢竟然成為咗一個香港運動員。話說雖然佢頸以上仍然成個四眼毒男咁，但係其實佢多年前已經操到6嚿腹肌。2020年喺日本學過空手道之後，佢一直都有繼續學。到咗2024年4月28日，佢參加第13回親善空手道選手權大會，更獲得成人男子重量級組手冠軍。而到咗2025年，佢更加代表港隊出戰於烏茲別克斯坦舉行嘅亞洲空手道聯盟選拔賽。其實所謂佢自己形容嘅半紅不黑嘅狀態，可能就係目前最適合佢嘅狀態，令佢有更加多時間去豐富佢嘅內在，追尋自己中意做嘅事。如果唔係呢個狀態，佢都未必會有時間學空手道，亦未必會學日文同埋去工作假期遇上一生最愛。其實好多人都係曾經庸庸碌碌喺中間浮游，但係每一件事嘅成功都有一個過程，就好似學空手道咁，總唔會上第一日堂就成為世界冠軍。吳業坤講過，紅唔紅黑唔黑都唔係重點，自己中意嘅嘢可以成為職業已經好足夠，唔係每個人做到最頂尖先可以被尊重。堅持住自己想做嘅事去不斷進步已經好難得。有好多人講多過做，然後怨天怨地，唔係個個一出嚟就會成功。成功過又唔代表唔會跌低，跌低完其實又可以起身繼續行。唔好亂相信人哋對自己嘅否定。佢仲話人生就好似一個篩，慢慢篩下篩下，篩剩嘅就係最寶貴嘅嘢。之前人類關注組有講過70年代數學神童長大嘅故事，同今次吳業坤嘅故事一樣，最大嘅感受就係人真係要多啲肯定自己。所謂成功係由自己定義。聽緊呢個節目嘅你，如果你有努力照顧好自己，忠於自己，亦盡己所能去堅持住自己想做嘅事，不斷進步，你已經做得好好。喺社會入面做緊企嘅你同我，聽完呢條片之後，記得讚下自己。今日嘅人類故事就到呢度，有咩感想可以留言分享。另外記得 like、subscribe 撳埋個啷啷，我哋下集再見。